台南安定的这个中沙社区，因过有过啊种的情况，上届请的时阵，规整有50多户伫咧做过，即阵剩5户尔。为了要把这项地方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，中沙社区举办做果体验活动，也搁这歌舞的展览，要互大家来认捌家乡的产业。 要做粿仔，起头就要先加米浸水2点钟，才去落去下。讲安尼食起来会较 Q， 像安尼做粿的景象，伫民国40年，台南安定中沙街常在通看到。当时专庄的做事人拢去学做粿，趁瓜所费，这嘛互合作粿仔庄。不过个时代改变，加上做这忝头，哪来哪少人做这道？即马中沙社区发展协会办体验活动，互在地人不加笑脸。大省是规整，啊，这样剩5户呢啊。 系啊，所以种怀念啊。嘿，头啊拢散家啊，大家拢一个加一个，一个加一个啊，伊做开。有的人感觉做田较忝，伊就想哦，我转型落去找粿，啊，所以导致变50几户、49户咧找。农业时代咧转型去工业时代，迄位人拢把因的生计全部拢投入去变成是工厂内底啊，就变做。 即卖剩无几户。粿仔庄发展高丁粿、香格伦甲红牛粿拢总有。发展协会即回毋但提供粿布，互大人囡仔斗阵来体验传统的手路。另外，佮办一场展览，甲早期人生甲器具拢展示互众人看。特别的是，即个清朝时代用砖仔头做的粿布，顶面无共的图样，代表无共的意涵。因为红牛内底伊有特色上，用红牛人有做红牛的叫。 马月人个做红牛，马月圆，4月桃，大这牛，遐拢是个囡仔，人拢有安尼做。哦，你啊马月时阵哦，做圆红牛圆，啊4个月做桃，啊大这大桃的大这就一冬，就做牛。粿常在伫过年过节看到，也是互人摕来祝寿。做粿的业者讲，过去是逐工拢有人咧做，即阵食这人变较少。 地方嘛，拼说传承这项将近100年历史的好滋味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